每年4、5月份是缴税季节，对4月1号开征的使用牌照税，今年因为劳动节补假，缴纳的期限延到5月3号，希望民众把握缴纳的期限，若无每超过2天，将加征1%。如果无收到税单，忙喺线顶查缴，或者是利用税务局坐点跨区来申请补单。你用身份证字号加车牌号码，那法人的话是用统一编号加车牌号码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来我们那个税务单位或多点跨区来做补单的动作。多点跨区有那个地震啊、监理站啊、区公所啦，这个部分都可以来补单。那你如果假设你因为你的工作关系不方便，打电话来补单，我们也受理。你缴纳的管道除了金融机构，另外税额伫3万块以下，忙个利用超商，或者是透过自动柜员机、信用卡、甲电话语音、芯片金融卡、网络转销等。我们的缴纳管道很多元包括了那个晶片金融卡，最方便的是在超商缴纳大概有8种缴纳的管道这个部分就是超商是比较方便大概在3万块以内的都可以在超商缴纳。另外，如果缴纳义务人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影响，无法度伫个规定的期限一改来缴清。嘛用个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来缴纳，上长会当延期1档，或者是分3年36期来缴纳。民众用个上税务局的网站来申请。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。